有一日，迄人甲伊牵手下我东房，下我就怀孕，生了该阮，便讲耶和华互我得到囝，佮生了该阮的小弟阿伯。阿伯是过样的，该阮是正产的。有一日，该阮摕残年的土产做礼物献予耶和华。阿伯也将伊羊群中头生的甲羊的油献上。耶和华看中阿伯甲伊的行礼，只是看无介意该阮甲伊的行礼，该阮就大大生气变面。耶和华对该阮讲：你为什么生气呢？你为什么变面呢？你若做真好，减袂忘原立；你若做无好，做着埋伏伫门口，伊必念无你，你却要治福伊。该阮甲伊兄弟阿伯讲话，两人正伫田内，该阮起来拍伊兄弟阿伯，甲伊杀死。耶和华对该阮讲：恁兄弟阿伯伫倒落？伊讲：我毋知影。我敢是看守我兄弟的吗？耶和华讲：你做了什么事呢？你兄弟的血有声音对地内面向我吼叫，地开嘴对你手来接受你兄弟的血。即马你必为这地受咒诅，你正做地无搁再甲你效力，你必逃亡流浪伫地上。该阮对耶和华讲：我的刑罚太重，超过我所会担。你如今赶走我，离开这地，地使未见你的面，我必逃亡流浪伫地上。凡拄着我的，必杀我。耶和华对讲：凡杀该阮的，必遭受报应7倍。耶和华就甲该阮立一个记号，免得人拄着伊就杀伊。自安尼，该阮离开耶和华的面前去，住伫伊殿东边挪得之地。该阮甲伊的某同房，伊的某就怀孕，生了伊落。该阮建造了一座城，就照着伊后生的名，将迄个城叫做伊洛。伊洛生以那，以那生米何雅利，米何雅利生马托萨利，马托萨利生拉麦。拉麦娶了两个某，一个名叫阿代，一个名叫西拉。阿代生亚伯，亚伯就是带长辈牧养精生的祖师。亚伯的兄弟名叫犹伯，伊是一切弹琴分销的祖师。西拉佫生了土伯该阮，伊是打造逐样铜铁利器的。土伯该阮的小妹是拉玛。拉玛对伊两个某讲：阿代、西拉，听我的声音。拉玛的某上细听我的话，壮士伤我甲伊杀死；少年人害我甲伊害死。若杀该阮，做报应7倍；杀拉玛，必做报应77倍。哈东搁甲牵手同房，伊就生了一个后生，名叫赛特。意思讲，上帝另外甲我设立了一个后生，代替阿伯，因为该阮杀死伊。赛特嘛生了一个后生，号名叫伊诺斯。迄时阵，人才求叫耶和华的名。